專業嘅運動員要突破自己，除咗爆發力之外，耐力同埋心肺功能亦都好重要。Energym Storm 風阻健身車設計手腳聯動，踩踏同時手臂腰腹一齊出力，有效鍛鍊全身肌肉。無限風阻設計，踩得越快，阻力越大。只要俾嘅力越多，耐力同埋上肢力量同步提升。來自 HIIT 高強度間歇訓練程式，提升心跳率，然之又強化心肺功能，突破自己極限唔再係口號。Tips 1：坐姿踩踏，保持正確坐姿，腳踏全程踩實，穩定心率，耐力慢慢提升。Tips 2：手把推拉，用力揮動手把，鍛鍊上肢同埋胸肌，手腳協調性同埋全身耐力同步提升。控制台清楚顯示時間、速度、距離、心率、卡路里，即時掌握訓練狀態，精準調整訓練強度。用 Storm 訓練真係無上限，每一次踩都係突破自己嘅機會。而家留言 Storm，即時俾個優惠碼你，4888突破極限。